绿能转型是这几年国家发展的重点，不过有人伫咧批评讲，即摆的农地拢无伫咧种田，拢摕去种电啊。今仔日环保团体联合众人来举办这个论坛，邀请到产业界、官方也个学术界做伙来讨论以农为本的绿能发展，希望化解冲突，和台湾的能源转型甲粮食安全会当同齐来发展。光电暗场就是都是什么？都是财团体，他不会就养殖角度去想我们要修电。渔民透过影片讲出心声，面对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，以及国内粮食自给率无够悬的问题，土地要用来种植也是种电，成为这几年农渔村内底上定看到的冲突。因为安尼，即马就环团联合举办论坛，因认为即马绿能的发展是以发展经济为主，但若是会当专做以农为本，能源甲粮食其实有同齐发展的可能。买来能源无一定爱放弃粮食的生产。我们会建议说，在文件或者是相关法规审查的时候，要能够确实按场设计的时候是考量到农业生产跟渔业生产。会议顶头来参加的农业部代表讲，伊嘛认同能源甲粮食会当同齐发展这个理想，但目前上大的挑战也是爱甲农村居民沟通讨论共识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其实现在在做所谓的一个农村能源自主的部分，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我们农业部门必须要去做一个主责的部分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速度不会快，因为它在于居民的共识的沟通。另外，地球公民基金会指出，虽然是讨论以农为本的绿能，但台湾其实嘛应该思考伫都市生产能源的可能性，袂当将这个责任完全交予农村来负担。这用电大户都需要绿电，都市用电也很多，所以我们认为最优先的是什么？大企业要负起责任。第二个，都市地区要负起责任，不能把所有再生能源发展的压力都转嫁到乡村地区。面对粮食安全甲能源转型的相定挑战，环团希望会当建立完善的讨论机制。举办论坛主要就是望过去对立的单位会当互相对话，先减少冲突，才有合作甲落实计划的机会。记者柯山、柯炳在台北报道。